哇，今天天气真是不错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话说我们好好的，干嘛来地府？是某个家伙要用地府观光之旅来抵治疗失眠的费用。抱歉啊，忘记地府的钱在阳间无法流通了。我带诸位游览一下地府景点。这里是地府名景之一。传说恶狗岭是恶犬云集，沿途撕咬孤魂怨鬼的可怕之地。喂食器。是恶犬。这明明是恶狗岭。这里是地府商业街，鬼市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地府考编必备。坟头定制，童叟无欺。骨灰罐促销，第2罐半价。这卖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客官想要拍照留念吗？大头贴限时免费体验哦。大头贴，大头贴，免费的。我要拍，我要拍。怎么都是黑白的呀？看着好不吉利啊！本店还附赠表框服务哦。不需要。啊，好甜的味道！来2杯乌龙桃桃孟婆汤茶，1杯全糖去冰，1杯半糖加椰果。好的。谢谢惠顾哦。我也想喝。第一次来的话，推荐经典珍珠孟婆汤茶哦。尝一口。这是什么？孟婆汤。尝一口。这是什么？孟婆汤。尝一口。孟婆汤。尝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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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皮皮，皮皮，皮皮，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是喝了孟婆汤吧？没关系，这是稀释过的，阳间生物喝了只会短时间失忆而已。发生什么了？地府还有很多壮观奇景，爱河温泉、忘川河大坝、纸钱大瀑布，以及我的宅邸。哇！今天就在家里请大家吃饭。上菜了！地府纪念子地狱辣9公给。哎呀，最后就吃顿火锅啊！糟糕，我不能吃辣呀！不吃的话又太亏了。是青铜。只吃一点点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四不像，醒醒啊，四不像！没有你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！迪婷，你还我四不像啊你！自从那猴子之后，地府还从没遭过这么大的破坏呢。回头记得把他们都拉进黑名单，让他们的阳寿越长越好。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哪个地方是属于地府的呢 ？A. 忘川河 B. 水帘洞 C. 南天门。水帘洞是猴子待的地方。什么南天门？你是想家了吧你？正确答案是忘川河，看没看正片呢你？传说中，忘川河又名利斯河，是希腊神话中的河流。传说喝了忘川水之后，就会把生前的事情忘光，所以叫忘川。而在中国神话中，具有相似作用的是奈河。在奈河之上有一座奈河桥，只有在奈河桥上喝了汤，才能忘记前生的事。